家好，欢迎您又一次和我们相聚在上海的声音纪念粤剧改革70周年特别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钱云。那么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观众代表队呢，依然是内蒙古红毛药业、红毛药酒的朋友，欢迎你们。老博云堂、博云定眼药的朋友，欢迎大家。同样也欢迎飞炫手机工厂店的朋友，欢迎你们。亲爱的观众朋友，在今天的特别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上期的话题，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绚丽多姿的粤剧流派艺术。首先呢，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我们节目的2位嘉宾啊。这位是粤剧音乐家廉波老师，欢迎您，廉波老师。这边呢是年轻的尹派传人齐春雷啊，同样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们知道，廉波老师呢跟尹桂芳老师有过很多年的合作，也一起创作了不少的尹派经典。那么，我想先请教廉波老师，在这么多的粤剧小生流派当中啊，咱们的尹派以什么特色独树一帜？尹桂芳老师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不保守。他有一句很有这个经典性的一句话，就是流派不要被流派所束缚。流派要发展才是流派的最本质的东西。比如说啊，像曲源是一个我国诗人嘛。他那个按理讲他那个唱腔啊，尹派是很难达到的。尹派是比较柔美的，对，柔美的、委婉的。委婉。这个曲源这样的这个高亢激越的这个人物形象啊，它是有距离的。比如说，最后那个雷电颂，雷电颂是这个是问天问地啊，激昂慷慨的一个内容了。所以他就吸收了很多绍兴大班的东西。苍天，苍天，你回答！你回答呀！天瓦风雨，红衣人，一番人，一份理。当时我们排曲源的时候呢，就是还没排以前，我们先到北京去观摩的啊。观摩曲源就是赵丹主演的，对，是话剧了。所以在五华东区汇演的时候呢，赵丹也来看了。看了尹老师这个曲源以后啊，他跑到后台，我在他旁边嘛。他就抱了这个尹桂芳老师啊。激动得不得了。他说：“你这么演这么一个人物，不像你了，是吧？你超过我了。”他说。对他评价很高。一位大师到今天依然有那么多的观众在追随，一位艺术家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他无外乎一是个天才，也就是说祖师爷赏你饭吃啊，你有这个条件。第二，他要有一个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如果没有一点心理承受能力，我相信泰先生别说是在文革当中过不去，他也不敢去演曲演。第三就是要有担当心，做艺术首先得把人做好。我相信不管是泰先生也好，袁雪芬老师也好，身上一定具备了这3个方面，他们才能够成为一代宗师。除了屈原，还有何文秀算命。何文秀算命呢，也有个故事的。这个算命到底用什么曲调好？
越剧里边曲调总归不像。后来呢，想了个办法，就是用评弹。用苏州评弹说书这个办法。主上男民20一命令规定10种。听说那个时候还有人质疑说，尹老师你这么唱不是尹派了是吧？就是啊。所以说，尹桂芳老师说我唱就是尹派。所以我认为尹桂芳老师对戏曲音乐的贡献是在近代戏曲史上有突出贡献的。先生，你要讲细细老子这个事呢。就是那个时候已经半身不遂了，右半身是不能动的，他的手这个手也不能动，但是他都是用左手来比划来教我，同时比如说何文秀的排练的时候，老师呢就是每天是有一美推着这个自行车，他坐在后面就是推，反正大概有几里路吧，从自己家里到越剧院来给我排练，然后有一天呢下着大雨。那么我心里就想，哎呀，那怎么办？不知道老师能不能来？我想大概老师不会来了。就雨蒙蒙中间，就一辆自行车打着一把雨伞，老师坐在后面，这个推过来了，全身湿透。当时我心里真的是确实是非常感动。我想这个尹老师这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大胆的创新。那么其实他对于自己的学生弟子也是这样要求的，希望他们不要拘泥于本身的这个尹派，而去博采众长。那么我想那个齐春雷的老师赵志刚对你也是这样要求的。我老师一直说尹桂芳老师是怎么跟他说的，就是说学尹派不要拘泥在这个上面，不要一成不变，一定要变革，这样才会有发展，发展了才会代代相传。这样。我们今天说了那么多尹派艺术的特点呢，我想有一个人不能遗忘，这就是代师传艺啊，这个承上启下的尹晓芳老师。尹晓芳老师呢，他对尹派是有深刻的研究的，他就是一辈子就跟着尹桂芳老师，追随着他。所以他唱的时候那个味道啊，能把握住的。唱的尹派十足，味道十足。同时呢，他也有尹老师一种革新的精神。他在创作了很多剧目当中，也吸收了很多新的东西。他也能跟老师一样，那个柔为一体啊。能够体现一种尹派的特色。那么尹晓芳对于尹派艺术呢，4个字：承上启下。尹老师为啥地讲小芳一度承上启下了？了94年辰光再帮我这个4个字呢？我讲。确实就是这样，觉着对我呢是一个最大的鼓励吧。所以讲像毛伟道啊、赵志刚、王军那上面人，基本上侪让人家支持我的。那么人讲一定非结不来我来，侬一定要搞伊唱好、做好啊。那么所以讲，包括赵志刚、侯文王侪是新的结本呢，我更加不晓得了。那么老师对我绝对信任啊，当了赵志刚面，一定要叫我来。这我来。那我们知道很多优秀的尹派传人呢，也秉承了尹桂芳老师开拓创新的精神。那么在继承尹派的过程当中呢，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这个呢，也要归根到尹桂芳老师尹派的根深叶茂。他根深啊，所以这个能够产生了很多新的
新的不叫流派吧，或者叫新的这个风格，像毛伟涛啊，这个赵志刚啊，萧雅，还有王俊安，我们仔细一听的话，一比较就比较出来了。虽然都唱了影派，但是一听那个风格就不一样。随母亲儿心悲怆，自己的命儿我自己算，对面受伤是我心爱人，同他我眼眸不能看。小姐，开眼叫声好小姐，王子的名儿你听仔细，他是个眉清目秀聪明儿，西上皇宫好子弟，父母钟爱是珍宝，青丝牛背做标记，牛背上什么王子是故事，千载万世永不移。公子美貌世上有，那王子是多情有风来。无情旁。当我们面对一个高科技传媒信息时代的时候，我们从农耕时代发展起来的农业文明的一个载体粤剧，我们怎么能够让今天的受今天这样的一种文化背景下的80后、90后乃至00后，像我女儿这样一代人，依然成为一代一代的粤剧观众，这个剧种才能生存下去。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承上启下要去思考的。我觉得你要把传统给坚守好，但同时你也不能停留老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吧，你还是要继承传统，但还是要有所创新。
剧电影《红楼梦》，让全国观众知道了江南原来有这么一个柔美的剧种粤剧，也让宝哥哥的扮演者徐玉兰，林妹妹的扮演者王文娟成为了全国人民的偶像。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徐王流派艺术。来到我身边的是粤剧音乐家连波老师，还有著名的徐派小生钱慧丽，著名王派花旦单养平，欢迎三位。首先要请教一下连波老师啊，其实徐老师的戏路是很宽的，除了能够演这个宝哥哥这样潇洒的富家公子之外呢，他还能演很多慷慨激昂的角色。我们现在一般印象就是贾宝玉，对徐月兰老师有所认识。对，实际上他的唱腔是跌宕起伏的，高亢接跃。对，比如说那个北帝王哭祖庙那一段，那是非常激愤的，所以这个当然突破了粤剧的一般的这个风格，所以周总理曾经看过他那个戏，周总理也说了，粤剧不是完全是柔美的，也可以唱这种歌唱这种激越高亢的这个内容。对粤剧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剧种。然后我们一些以袁学峰老师为代表的这些老艺术家，包括我的老师在内，他们都是勇于开拓的。然后从徐派的这个角度来说，它的可塑性非常强。大家也认识的，也看到过徐老师的这个和王老师的追鱼，这个角色完全和宝玉是两码事情。然后和哭祖庙，刚刚连波老师说的哭祖庙也是两回事。那个追鱼的张真，他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非常落魄的，然后又是一个非常贫贱的这么一个一个读书人，然后他的唱腔处理啊什么都相对就比我们想象中的或者比我们认识中的那些徐派的唱腔风格是完全不同。他就注重于这个对这个人物的收，就是唱当中收的比较多。
我们这些年来也看到，作为这个优秀的徐派传人啊，钱惠丽也是不断的在拓宽自己的这个戏路。那么前些年还推出了一部叫《韩非子》的戏，当时也受到了很多专家这个高度的评价。我本身而言，我也演了很多场的《红楼梦》，然后呢，追鱼啊、徐派一些很多戏呢，我都继承，都已经演过。作为流派的继承人，我们也想突破自己，也想能够给一个流派，能够给他有一点新鲜的一些血液，但这是一种尝试。那么我就那时候非常渴望，就想演一部就是完全与我以前的一些人物完全不同的这种个性的一个人物，所以呢，当时就想大家就想在一块儿了。一统天下，唯有大计，唯有大计乱纷纷，乱纷纷，为通点燃大家深夜闻，心里血自残忍，为痛屡劫害望遭记恨，空好心子尽本身，眼前去我江大人，为什么死于难辞？那么我们现在说到这个流派艺术呢，一般人首先会想到的是唱腔。其实流派是一个综合的表演，它包含了那个唱腔，也包含了有特色的这个表演。其实王派的表演是有着非常鲜明的特点的。喜欢王派也是喜欢他的朴实，特别是他的那个创造人物的那种细腻，表演细腻，所以他几乎他的身段里面没有一个是多余的动作。就像葬花应该是老师所有戏里面身段比较多的，他一举一动都是此时此景很配合人物的内心词句，几乎是没有个那个多余的动作。那个表演这个非常的有特色，他有一个优势，因为他的先生就是我们的电影表演艺术家孙道临先生。我听老师说起过，就是孙老师在拍电影还是看他演出的时候，有这么一段那个，就是《葬花》里面就是有一句我已曾放心随功名。弃掉情眼，老师就把那个弃掉情眼从有等于说是像图简化的，就是做了一个弹琴的动作。然后孙老师看了以后就觉得，他说我们做动作的表演形体的话，就不能很图简色的唱什么
做什么动作。然后你现在此时此景你是在葬花，也可以用撒花、葬花的那个心情唱出那段对青燕的那个感情。所以我觉得老师表演这么细，这么生化。肯定以孙老师的指点。对，那肯定的哈。那么徐老师和王老师，成为舞台搭档有多少年了？半个多世纪了，应该是吧？有的吧。那么能够成为黄金搭档，我觉得这两个人的感情肯定特别好。那他们生活上也像是那个舞台上的这个身份。很多程度上，徐老师还是比较干脆干练的，就是很多事情，拿主意的人啊。那我老是碰到，有些事情就是，你来打击这个事情，怎么样？怎么做是这样。我老师咁么好，听懂，就是这样很。但徐老师呢，因为他一直是当领导的啦，然后呢，他考虑问题也非常理性，他很冷静，考虑问题比较周全。那么王老师呢也特别爱听他，那么所以两个人甚至于他们到那个抗美援朝的前线去，徐老师是蛮主动的要去嘛，王老师当时你去嘛我也去了。我去。我们这个团的成员很坚强的，也是周宝奎，他是老旦王，是吧？徐桂金大花脸，他也是大花脸王，是吧？那么那个时光我。在谢秀子，我就到王文娟来，18年到王文娟一起搭档。我们这个团的成员比较坚强，那么军委呢就看出我们这个团，呢叫我们春假到北京军委总政部。那天8月1号，检军进去搭了我们这个团，也没有军医，也没什么，因为来不及嘛，刚刚去了3天嘛，马上去穿叫8月检军去了。所以我们穿了那个白衬衫、蓝裤子、白个薄鞋，那个时光是这样。在朝鲜呢，许多志愿军看到我们带去的那个2座西厢记，他们都这样讲的。他说，那个我们祖国还有那么美丽的文化艺术，我们一定要保护它。我们觉得，有那么一个作用了，自己觉得自己的那个责任不小。所以这个艺术啊，是一个相互相称的东西。所以他们两个，我认为合作是最恰当的。现在就讲那个钱惠妮跟那个单亚萍，对，他们两位继承的比较好，我认为。
那么希望你们呢就带后辈啊，能够多带一点，让我们越剧舞台上的黄金搭档越来越多，对不对？我们的越剧艺术就更加的繁荣了。对对对。观众朋友，戏剧大舞台现在开通短信交流平台了。戏迷朋友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感言建议，或者您希望在节目中看到哪位明星，都可以发送8128加您想和我们说的话到1066958883，您将有机会赢取精美奖品。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说一对整整50年的神仙眷侣，这就是戚雅仙老师和毕春芳老师。那么两位老师创立的七碧流派特征鲜明，在专业演员和业余爱好者当中呢，可以说深受欢迎。所以今天呢，大家一同来聊一聊七碧流派艺术。那么首先呢，给大家介绍的这边就是我们德高望重的越剧表演艺术家、毕派创始人毕春芳老师，我们掌声欢迎毕老师。著名越剧编剧洪峰老师，在他身边的是我们的著名作曲贺孝忠老师。那么这位就是戚雅仙老师的女儿，七派传人傅杏文啊，欢迎你。那么这两位呢，是我们这两位老师的大弟子啊，朱祝芬老师和杨文蔚老师，同样欢迎两位老师的到来。毕老师啊，我要向你当面求证一下啊。刚才我说您和戚老师呢合作已经整整50年了，对不对？那在舞台上是讲是50年了。50年了。可惜这个戚老师对逝世已经10年了。10年离开我们已经10年了离开10年了。第一次合作我记得是1951年春节。哦，记得老清楚，51年春节啊。而且是上个是。彩虹万里哦，那一个台戏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对不对？就是你们合作的开始，而且还得了奖了哦。那么哪个主是属于自由恋爱呢，还是媒人介绍的啦？当然是通过阿拉同事介绍的啦。哦，有人牵线啊？有人牵线啊！我是辣东山育艺场，辣万大街下头唱二路小生啊。哦，通过那个吴小楼啊、王文娟啊打电话拨我的，戚雅仙缺少搭档，叫我出来好吧？我想这个倒是个机会啊！哦，等于想跳槽啊，升级了，升级了。你们这个一合作就是整整50年啊！哦。
非常棒，的确非常棒。我讲3个了不起。一个了不起就是这个团从成立以来到现在，没有向国家要过1分钱，这个了不起的。60多年了，没有向国家要1分钱，我们这些多人都生活下来了，戏演出那么多，那是我说了不起。第二个，这个团创造了2个流派。那也了不起的，一个曲剧团要2个流派产生出来，到现在可以说全中国都知道7派8派。第3个呢，我说我们这个团剧目将近有100个剧团，100个节目，100个剧本演出，演了那么多的戏，可以说这个也是我们合作剧团的了不起。现在社会浪向公认阿拉有782个大个流派了，我自家做梦也没想到的。这个是啥道理？只要阿拉这个演出是太多了，走不头啊！阿拉是靠演出来的啦，是群众当中啊可以到观众当中成长的。我们一个戏要演几个月了，你像这个板腔体的唱腔就是上下2句了，你每天在唱。你听每天天听了，你听也听会了，会了不稀奇，你要去学，好听好唱。更重要的，我们提醒群众，就戏多，工作量大，那群众关系也很好。你这个现在我们700里派观众还是很多的。我有个学生唱业余的，最近到天津去演出，那边也有700里派了，那是相当红。而且天津也有到北京去。也去演，也是专门去听这个700里派的。那么700里派呢，到现在为止，在上海市场里向，我们团是不演了，但是上海市场的这个杨文书中学的唱的人还是很多，他这个市场很大的。我觉着越剧还是有观众啊，有希望啊。侬看了，现在群众介光辉啊，只要㑚能够个好叫搞下去，我觉着越剧还是会兴旺啊。生啦，上门来，我却是生于夫人难家庭，我不人儿心塞，我让人儿不应。你故爱当私生子，生儿要回儿一生，生了我去天去人有用，求你替我把旨意听到娘亲
除了洪峰老师呢，这个合作剧团还有一位著名的编剧，就是傅信文的爸爸，也是我们戚老师的这个先生啊，傅俊老师。那么，傅老师和戚老师啊，他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这里边还有一段故事，我们请傅信文来讲一讲。大概是50年代初吧，我国颁发了第一部婚姻法。那么那个时候也是巧，是我爸爸嘛是杠精剧团的那个小编剧嘛，对吧？就是要他写了一个开篇，开篇呢就是婚姻曲，然后呢是贺老师写了一个曲，我妈妈就去演唱。没想到这一个婚姻曲吧，一下子就是家喻户晓，唱遍了好像全国大街小巷。我妈妈觉得好像这个小青年戏也写得不错，那个婚姻曲嘛，又一下子成功成名。然后呢，这两个人也是在互相的工作中，慢慢的建立起了恋爱。然后后来呢，好像就传说那个婚姻曲就是他们俩的，好像定情之作这个样子，促成了一段姻缘。促成了一段姻缘。几天海外的风景无里江，妇女们。刚进阶段嘛，等于是头一个作品了，所以搿辰光跟我没谈到啥恋爱了啥。当时来讲呢，好像我是一个大演员，伊毕竟还是一个小编辑，而且你年龄又比我小，你年龄比我小4岁，对吧？还有一点健康不够好，又是有肺病。所以屋里总是蛮痛的。那么再后头发展嘛，因为所以写个剧本呢，写个句子呢，觉着做事好像是老流畅，好像老好的。刚刚洪峰老师讲的，伊讲阿拉合作乐团今后有3个了不起，对吧？对吧？有3个了不起，我再要加上一个了不起，就是讲阿拉702个老师了不起。创造了流派了以后还不满足，就是讲要一代代传下去。伊拉就想了交关办法，就是讲哪能使㑚学生子能够接上班啊？先生来带㑚学生子，对吧？别老师，我真的清爽啊，就是讲帮带我几部戏，三小，对吧？广泉皇帝，还有马一郎，对吧？搿一般性人家老师做不大到的。演日场，先生演夜场，先生那个戏好的戏侪摆阿拉一道演。这个我老感动哦，先生伊拉为了培养阿拉，不惜一切的代价。到后头来，阿拉有新戏出来了，也是吴晓忠老师了啥，帮阿拉作曲，哪能做了就讲要像先生的接近于先生，但是呢要有发展。搿辰光先生动了交交关关脑筋，觉了我真的要感谢搿个几位恩师哦，我谢谢㑚。我现在回忆起来了，现在嘛已经来不及了，人也老了，身体也不好了。实际上阿拉做事体，说过去不对的地方蛮多。所以希望阿拉下一代能够与时俱进，先生好的地方拿好，先生有缺点那尽管改。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纪念越剧改革70周年的时候，我们特别要感谢2位老师为我们留下的这个宝贵的艺术财富，就是我们的7毕流派艺术。在这儿，我们也要祝愿我们的毕老师啊，我们国宝级的艺术家能够身体健康，笑口常开。我们说了那么多的越剧流派艺术啊，都是花旦小生流派。对。那么其实呢，除了这个二小之外，在越剧舞台上呢，还有老生啊、老旦、小丑，也是非常有特色的行当。那么吴群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这几个行当的代表人物。好的。大家比较就是熟悉的，就是我们老生的话，还有就有讲起来就4大老生，我们越剧的，像我的老师张桂凤老师张派，还有徐天红老师的徐派，再有就是吴小楼老师的吴派和南京的商风城老师的商派，他们都自成一派，然后就称为越剧界的4大老生。4大老生。那么像老旦呢，我们大家
更加熟悉了，就是周宝贵老师手心手背都是肉，对吧？那么小丑呢，我知道还有张小巧老师，还有郑才军老师，都是我们的前辈艺术家，对，都是前辈艺术家。其实他们的艺术来讲，都是各有特色、别具风采的。这个舞台上少不了他们，对不对？那么我知道你是张老师最年轻的入室弟子，是不是？你是第几代呢？应该说。以前我老师算过，他说他是陪了6代越剧院的6代人演戏。那么我应该算到第7、第8代。对的。但是他一片大绿叶配了这么多代的这个小生花旦，也可见他在越剧舞台上的这个地位了，对不对？我也是隔壁火车站我个总报到枕头隔壁了。不过咱是4个，人是5个，可以想办法的。想是个办法呢，我的呀，无地，好骂个都骂掉了，要么追个2杆破窗户了。讲你俩，侬真是聪明一时，懵懂一时。本位在那修身上当什么？当是个什么？讲你俩，讲你思绪已多年，我空于在面前修真。身边大人家手机少八方，穷人手机为哪边？寡妇在家是经常事，也没有什么非体面。侬常常个荷包飞马前，我看侬真是懵懂少之间。我是我懵懂少之间，寡妇在家能着几股钱，我一家生活是不靠他，怎能够往日不闯入安心？强人让侬是寡妇在家不出钱，我倒有一个好自己。江明娘啊，要是江里少肯家户去，他原出这里多少80千，80千，江定他老母为了滚财金，至少挣下20千，死不在越剧改革之前，老生一般是不演老旦的。对，就是基本上都是主攻，就跟传统戏一样的，跟京剧都一样，老生就是老生，青衣就是青衣，花旦就是花旦，就比较分的还是比较细致的。那后来呢，我知道后来有一年就是金日成来，然后我们老师是周恩来总理钦点，就是说《西厢记》的老夫人谁演？后来考虑了半天，就是让张桂凤同志来演。我老师跟我讲，没演过，他从来没演过老旦。他之前好像老师跟我讲，然后他听了以后，怎么让我演这个角色？他心里也很没有底。他说他跟我讲，他这个崔夫人的这个角色，他摸索了20年，才真正的完全就是说，就是和这个角色融为一体。红娘，你知财吗？红娘不知财，为什么财？谁叫你也不塞给我小姐到花园里去的？哎呀，老夫人，红娘不认去。红娘是有不管去行谁进来？我老姐了。我命里带小姐迎接所生，谁叫你迎着他无言乱争？花江城来又来，万事前去，免得我同家法，你小命男女。你不是，我打死你这个小贱人！哎呦，
那他演的老旦应该说也是一流的这个表演，除了刚才说的那个崔夫人以外，还有双桥老太婆。对，他们是跟总政学的这个江姐这个戏，跟傅老师一起演的。他那个里面的唱腔，那个组合啊，还有他的那个就是音符啊，他是就是高低起伏很明显，啊，就是没有给人家一听。好像就是跟其他的唱腔有点与众不同的那种，所以这段唱腔就是说，也是为什么流传到现在。千重苦，万重恨，莫压在心头。老生啊、老旦这个小丑行当的接班人，应该说并不是很多，对，比较少，因为受到剧目啊各方面的这个局限嘛，应该讲。但是我想，我老师也讲了，小生花旦有喜欢这个流派，喜欢那个流派的，但是老生老旦，如果你真的好站在台上，下面喜欢小生花旦的人。观众也会喜欢你的啊！这个红花还得要绿叶来配，对，关键你要演得好。观众朋友，戏剧大舞台现在开通短信交流平台了。戏迷朋友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感言、建议，或者您希望在节目中看到哪位明星，都可以发送8128加您想和我们说的话到1066-95883，您将有机会赢取精美奖品。观众朋友，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要与您说再见了。在下期的特别节目当中，我们将换一换话题，来说一说粤剧的4大经典剧目。我们下期再见。